大家平安。今天4月10号的在家会主，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第4章2到6节，严厉的爱。我们先来看金句：主将凭自己的力量审判这个国家，使他洁净。他要洗净耶路撒冷的罪过和在那里所流的血。以赛亚书4章4节，经文摘要提到有最大的应许，还有最大的救赎。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2章到4章部分的结语，当中在宣告上帝救恩的应许。我们可以借着这段的经文来透视上帝他救恩的性质与意义。先知首先他来宣告说，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那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好像看到一幅极美丽的图画，就是以色列这个土地将会有丰富的出产，那它丰富的程度将使以色列在列国的面前显为荣华茂盛，成为万国万民所称羡的民族。然后呢，先知也进一步来指出说，以色列要经历到上帝的洁净，因为上帝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在经文当中出现的这一群劫后余生的百姓，他们能够逃脱，当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了。所以上帝在大审判的当中特别保守他们，免得他们在审判中灭亡，使他们的名字得以被记载在生命册上。那最后呢，上帝要那一群得蒙保守的这些剩余之民，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还有平安。这是在第5、第6节。先知他以这个亭子来形容，就是上帝他的保护所带来的平安，使人能够体会到这个上帝他对这一群可怜的百姓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上帝的救恩有何意义？就是他把拯救的恩典白白赐给他们，是无条件的临到那些原本不配的人。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意义就是在提醒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救赎是白白的恩典，就好像耶稣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拯救了我们一样。我们来默想，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所以思想一下，你是如何得着救恩的？希望我们常常向上帝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十字架的救恩，使我被你洁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宝贝的儿女。谢谢主，因为你，所以我们生命能够活得更有盼望，更丰盛。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神的恩福充满你。